呀，什麼大家，24 2003年，客家天師正式開播，到今已經有2000行業位得獎肯定。在台灣有親有代表性的天師金鐘獎、台北天陽獎、金馬獎、作業新聞獎、優質新聞獎、新聞新聞獎。按多項嘅獎項，台灣多元化社會已經開花結果。客家天師未強過國家，本世界認識客家，創造客語同客家文化嘅樣式價值同歷史。歷史一直都係對第一名嘅角度來寫，不過我們追求嘅唔係第一。身為全世界唯一講客嘅影視媒體，我們韓國全觀嘅層面帶觀眾來看客家嘅全貌，對文化。敲門升起了。先講一下，自家肥得又係對方肥得。神法。同志們大家好，當時開始年到新聞，今年春派比最多就是地州港。透過多元化嘅節目類型同內容，看盡頭擺，記錄現下，想象未來。我嚇死人啦！我們唔單止係第一，還個係第一。每個人物，每個場景，唔單止創造客家歷史嘅全觀面貌，每團當代客家在地文化同國際視野融合視聽藝術之美，用6種優美嘅客語腔調呈現本觀眾。喺傳統樣音內容以外，還用多樣方式、多元平台。創造討論同探索嘅新角度，同各族群接觸融合，延續客家嘅文化同自家嘅生。說這邊它真的是有它一窮，見面小夢還有怎樣？看到媒體嘅眼睛，除了透過平台，沒有網站、App、YouTube、OTT、MOD、同社群。好本國家韓國簡單嘅集群客家，成為客家親珍貴嘅影音資料庫。無論乜個時間、乜個地點，客家天師如屯強客，唔單止係客人、台灣人嘅客家天師，還個係全世界觀眾嘅客家天師。上年來是啊，戀愛又怎呀，真是戀。客家嘅潛在文化所創造出來嘅族群精神、文學藝術同身份美感，對應等人類歷史嘅時間變換。喺以下無國界嘅時代當中，同客家族群嘅精神內涵傳播、分享、回饋本全人類，係客家天師嘅指引。我們會繼續立足台灣，立足客家。同志們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今日初一半夜嘅暗夜下發新聞，我係宋景哦。對客家韓國世界講出鄉親也好，小寶嘛，歡迎收看今日青年也好替代播出嘅暗夜下發新聞，我係 The winner is Hakka TV Taiwan。時間越出奇多，Taiwan 片 Hakka TV，OK。客家天師。